Hello，你好，我係眼科專科醫生湯文傑醫生。咁有啲網上嘅朋友就有問，其實老花又係咩回事呢？咁老花通常係幾時開始出現㗎？老花其實大部分人咧都會喺大約40歲左右嘅開始，佢哋會感覺到有少少嘅輕微嘅變化，但係實際嘅時間咧，其實每個人咧都有少少唔同嘅。你可以將老花理解為我哋嘅眼睛啦，個對焦能力啦開始慢慢咁樣減弱，就好似相機咁樣，原本可以好快速咁樣睇近嘢、睇遠嘢，對焦翻啱嘅距離，但係隨住時間對焦變得冇咁靈活。當呢個變化開始出現嘅時候咧，就會影響咗你睇近嘢嘅能力。通常老花咧就唔係話突然間出現嘅，而係佢一個逐步出現嘅過程嚟嘅。你可以留意翻3個常見嘅變化。第一個就係你睇近嘢開始時唔清啦，例如睇手機啊、睇書啊，會覺得啲字體入變得模糊，甚至需要將我哋嘅物件咧拎遠少少啦，先可以睇得清楚。第二個變化咧就係講緊容易眼睛疲倦啦，特別係我哋長時間用手機啦，又或者係睇電腦閱讀嘅時候啦，會覺得眼睛咧比較容易啲攰，甚至乎有眼痛嘅情況出現，要立刻需要休息。而第3個變化啦，就係講緊對光線嘅需求係日漸增加啦。例如你會發現咧，需要較光嘅環境咧，先可以睇得清楚近距離嘅文字。呢3個變化咧，都係老花常見嘅早期現象之一。但係要留意啦，視力嘅變化咧，唔一定係咧老花嘅問題。如果出現咧遠近距離咧都係模糊嘅情況底下啦，又或者視力嘅質素咧覺得係冇以前咁好啦，明顯有改變嘅話，就有機會涉及我哋眼睛其他嘅情況。所以當你開始睇近嘢，再唔好似以前咁輕鬆嘅話咧，你哋就可以考慮咧做一個眼睛嘅檢查，了解翻我哋嘅實際原因。雖然我哋話老花都係一個自然嘅變化啦，隨住年紀慢慢增加，但係大部分人咧都會係慢慢出現嘅。咁如果我哋可以早啲了解翻變化嘅話咧，我哋就可以幫助你哋咧更加容易去知道呢個問題嘅所在啦，更加容易去適應。咁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